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 V 太，新嘅一年2026年，同你去一間新嘅按摩店介紹一下。嗱，呢度中式按摩、足療加埋修腳，100零蚊就已經有交易啦。呢度仲提供咗免費簡餐、水果、飲品同埋糖水啊！地方寬敞舒適，仲要係全場免小費，仲提供咗留宿過夜嘅服務啊！等你可以慳返酒店錢。個對面就已經係金光華商場，鄰近國貿地鐵站，非常方便。有興趣睇片嘅朋友，記住先讚好同埋訂閱我頻道，一陣見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 V 太 Channel 退休阿太日誌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 V 太啦。新嘅一年咧，2026年咧，同大家去一間新嘅按摩店啊。咁咧呢間店咧只係開業咗3個零月嘅啫，所以咧今次咧帶大家點樣去嗱？我哋路線圖好簡單，我身後邊咧就係國貿站嘅 E 出口，然後喺我嘅左手邊咧一直行咧，大概2分鐘就到啦。跟住我嚟啦。沿住鏡頭嘅右手邊呢，一直行咧，嚟到呢個位置，對面係金光華廣場，就係呢個路口轉右啊，然後一直向前行。其實路線圖咧係非常之咁簡單，大概咧只係2分鐘左右啊。見到咧右手邊呢，冇錯啦，寫住希隆大廈。見到咧中間有一間洋服店，就喺佢左手邊啊，冇錯啊，呢度就係我哋今日嘅目的地啦。88號啊，影院竹道啊，然之後入咗去之後咧，右手邊有個電梯啦，按3字咧就到達啦。到咗啦，前面咧我哋見到有前台嘅位置，咁就沿住呢個門口啦，直入。見到咧左邊咧仲有啲裝飾品啊，咁可以俾大家打卡。好啦，入到嚟啦，見到個大堂啦，簡簡單單，我就覺得咧窗明幾淨啊，非常之咁乾淨衛生。一於喺呢度咧，同大家介紹一下，呢度咧係88號按摩 SPA 嘅影院竹道。嗱，我而家坐喺呢個部分咧，就係按摩嘅地方。呢度咧係足療嘅部分，總共咧有8張咧非常之咁舒服嘅按摩床啦。最大嘅賣點咧，其實呢個位置望出邊咧，就係我哋見到咧金光華廣場啦。我嚟過一次啦，當喺夜晚嘅時候咧，對面咧再着晒啲燈咧，就更加靚。呢度咧望下個天花板咧，做咗一個咧藍天白雲嘅壁畫喺上邊。感覺上咧真係非常咁舒服，仲有咧喺我面前咧，向住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好大嘅熒幕咧，我哋就可以睇到電影啦，同埋電視嘅。咁咧店主話幫我聽咧 ，TVB 咧好快咧就會有出現啦，有機會大家可以睇到香港電視，但俾少少時間。我哋再喺呢個位置望出邊咧，見到咧係見到大街，所以喺度做腳嘅時候咧就係非常之咁心曠神怡啊！影俾大家睇下。呢度望出去嘅日景咧就係開揚啦，光猛，但係夜晚嘅時候咧，燈飾又非常之咁浪漫啊！嗱，呢度咧其實開幕咧大概都係3個月左右嘅啫，咁樣所以咧都係試業期間。咁好多人都問啦，入到嚟嘅時候咧，其實需唔需要俾小費咧？其實呢度咧已經寫得好清楚啦，全場咧係免簽小費嘅，咁亦都拒絕咧有隱形嘅消費。同樣咧寫明咗啦，滿意咧先至收尾嘅，即係話時間唔夠或者服務唔用心、技術唔過關嘅話咧，一律咧都係免單嘅。亦都有一個簡餐咧提供俾客人嘅，麵條啦、雲吞、餃子。佢哋所有嘅原材料咧，其實都係嚟自咧山姆嘅會員店嘅，係新鮮去採購，咁所以咧係嚴選品質啦，大家咧可以放心咧咁去食用。咁所以嚟帶你入去睇下，大家咧見到咧真材實料，頭先講咗啦，全部咧都係由山姆咧直送佢啲餃子，咁所以咧原材料進入嘅，大家咧真係可以安心咧咁去咧令你咧享受一個簡餐啦。呢度嘅飲品咧都係免費，提供咗汽水啦，同埋樽裝水等等，仲有好多款咧時令嘅水果啊，任君選擇。呢度嘅碗碟咧都係經過高溫去消毒嘅，呢度仲有糖水提供，多款嘅養生茶就當然唔少得啦，都係任君選擇啊。按摩店咧地方唔算好大，但係咧就見到佢好用心去裝飾，主要都係用咗木色啦。房與房之間咧都放咗一啲綠色嘅植物咧去做一個裝飾點綴嘅。呢度咧總共有7個獨立嘅房間，每個房間除咗有號數之外咧，仲有唔同嘅名字同埋詩句咧，好有療癒嘅感覺啊！
前邊見到嘅係沖涼房啊，如果你做 SPA 或者中意按摩之前沖個涼嘅話咧，呢個位置就啱你啦。沐浴露、洗髮水同埋護髮素咧都已經齊備。沖涼房嘅隔籬咧就係洗手間嘅部分啦，前面咧就係洗手盆啦。位置唔算好大，但係就乾淨整潔。好，嚟到呢度嘅房間咧，同大家咧講一講先。嗱，呢度咧成間店鋪咧有7個房間啦。咁每一個房間咧都有一張非常之咁舒服、咁大張嘅按摩床啊。見到咧當然係全自動啦。嗱，而家咧可以升起啦，見到我撳呢個掣啦。咁同埋因為佢真係新啦，所以咧你真係見到咧係乾淨、衛生，同埋好舒服嘅。佢真係好舒服嘅。呢度嘅房間咧，想提一提咧。見到佢咧，其實咧佢冇話特別好花巧嘅，你見到佢都係做一啲木色啦，冇特別去花巧。但係咧後邊咧就有一個光咧就好舒適，令到你有感覺咧好舒服啦。同埋咧亦都有一個咧好大嘅電視機啦，就可以喺度咧做下足療啦，或者亦都可以喺度按摩。因為一陣咧都有一個中式按摩咧，其實張椅咧放低佢咧就可以做按摩噶啦。咁咧呢度咧有分雙人房啦、3人房同埋4人房嘅，咁所以咧3、5知己咧完全都冇問題噶。嚟到呢度咧係4人嘅房間嚟嘅，見到一個真係好寬敞、好闊，呢個位置咧係非常之好。咁如果你有一家大細咧，或者3、5知己咧，依間房就真係啱晒你啦咁樣。好啦，咁一陣咧，我同我老公咧就準備會做啲項目嘅，咁啊睇下價錢係幾多錢，再話俾大家聽。嚟到呢個部分呢，我哋就揀咗中式按摩加足療加收腳，總共100分鐘啊。而中式按摩個部分呢，大概呢就有60分鐘。首先呢，都係會全身放鬆身體先啦。按摩嘅好處呢有好多啦，嗱，主要呢都係透過我哋刺激嘅經絡嘅穴位呢，可以做到促進氣血嘅循環啦，放鬆肌肉，最重要呢亦都可以舒緩呢疼痛嘅。我要咧強烈推介呢位技師咧係17號啊，佢咧就已經咧從事咗按摩工作咧超過6年嘅。佢需要咧學習啦、考試啦，然後咧到正式實習，到而家咧已經咧做咗相當嘅日子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佢嘅力水咧係夠之餘咧，亦都係到位嘅。按摩咧會先由肩頸啦、腰部啦、手啦，然之後咧到腿部嘅。我覺得技師咧同我平時見嘅有啲唔同嘅。如果你留心睇嘅咧，佢係好用心，而且咧每一個部分咧都做到恰到好處。技師話咧，經過佢推、拿、按、揉呢啲手法咧，就可以咧消除疲勞，同埋咧改善姿勢不良啊。之後咧就輪到我做足療啦。呢度浸腳咧全部都係採用咧超過30種嘅中草藥咧去熬製而成噶。中草藥方面咧，有艾草啦，同埋生薑呢啲藥材嘅，可以刺激我哋足部嘅穴位啦，達到全身保健嘅效果啊！浸腳之前當然要按下肩頸嘅部分啦。之後咧，我會先收腳，然後先至按腳。清潔好之後咧，最重要咧，佢哋用嘅刀片咧都係一次性嘅，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安心使用啊！我自己咧好中意收腳皮咧，主要2個原因嘅，除咗係美觀舒適之餘咧，最重要咧就係衛生啦同埋健康啊。始終咧角質層咧會堆積嘅，咁啊就好容易產生細菌啦。咁如果你多做收腳皮嘅話咧，就可以令到腳部光滑細嫩啦。最重要咧可以降低病菌嘅風險咧，而且咧可以保持足部清潔。收完腳皮之後咧就做足底按摩啦。足底按摩個好處咧，當然大家都知道噶啦，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啦，最重要可以改善我哋嘅睡眠質素，尤其是我哋啲城市人啦，壓力好大噶，亦都可以喺呢度咧去舒緩下壓力啊，令到你身心可以放鬆，咁就可以重新出發啊！仲有呢度仲有一個熱敷包噶，可以放喺肚啦或者係腰部嘅，暖粒粒咧真係好舒服噶。好啦，呢100分鐘咧，我哋就做完啦。頭先我老公做咗呢個中式嘅按摩啦，我已經咧做咗
修腳啦，同埋做咗足療嘅。咁啊，總共係100分鐘，知唔知道幾多錢呢？我覺得呢度嘅性價比咧真係相當之高嚇。咁我而家咧做緊一個活動價，因為都係新開張咧，只係179蚊咧就可以享受到3個療程咧。咁我覺得咧非常值得大家過嚟。另外呢度咧仲有一個過夜嘅服務嘅，只要咧過咗12點之後咧喺度消費咧滿188蚊咧就可以咧留宿過夜啦。咁咧我覺得大家真係可以考慮一下慳翻個酒店錢，同埋而家因為始終呢間店咧都係開咗幾個月咧，非常之咁乾淨啦、新淨啦，咁啊好適合咧大家咧喺周邊咧，尤其是喺國貿站好方便啊，搭地鐵咧對面有金剛華廣場啦，食完嘢玩完咧之後再過嚟做腳，然後咧再喺度過埋夜咧，咁我覺得成個套餐咧就相當之好，性價比咧係相當之唔錯，亦都好高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有時間咧可以過嚟呢度啦。嚟到咧見到咧成台都係嘢咧，頭先已經講過俾大家聽啦。呢度咧係有呢一個水果啦，同埋簡餐供應嘅。咁裡面咧分別咧有咧係麵條啦，亦都有雲吞啦，同埋有餃子。咁咧有好多款咧時令嘅水果，呢度有成4款嘅時令水果，亦都有糖水咧，見到有個雪耳嘅糖水、紅棗雪耳糖水嘅。咁所以嚟到嘅時候咧，大家咧千祈唔好同佢哋客氣，因為呢度所有嘅小食咧全部都係免費嘅。咁只要同佢哋講咧話你想食邊一款嘅話咧，佢都會咧即時咧去煮俾你嘅。咁好啦，呢個時候咧我都唔阻住大家啦，因為我都要慢慢喺度嘆下我呢個咁豐富嘅餐啊。咁另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飲品啦，同埋有養生茶嘅。好啦，我開動啦！呢度咧亦都提供咗古法推拿啦、固心推拿、全身 SPA、貴族 SPA， 有唔同嘅套餐啦，有彩儀、修腳、刮痧、拔罐、艾灸等等。而家係試業期間啊，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用活動嘅價錢啊，非常之咁優惠啊，仲要全場免小費，水果小食簡餐免費，仲要係滿咗188蚊可以留宿過夜。有齊二維碼同埋電話號碼，方便大家預約。呢度全新開幕啊，地點優越，性價比高，技師服務到位，免費簡餐、水果、飲品、糖水，仲可以過埋夜。誠意推介，呢度係88號嘅按摩 SPA 影院竹道嘅金剛華店。有時間同埋朋友、屋企人一齊過嚟享受一下。今日要介紹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見，拜拜。麻煩咧大家俾啲鼓勵我啊，讚好、分享、留言同埋免費訂閱。呢度係 V 太 Channel 退休阿太日誌，多謝晒，拜拜。